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。耶和華是神，耶和華是神。列王記上18章30至40節。以利亞對眾百姓說：你們到我這裏來。眾百姓就到他那裏，他把那已經毀壞了的耶和華的壇修好。以利亞按照雅各子孫支派的數目，取了12塊石頭。耶和華的話曾臨到雅各，說：你的名要叫以色列。以利亞用這些石頭為耶和華的名築一座壇，在壇的四圍挖溝，可容納以細亞穀種。他又在壇上擺好了柴，把牛犢切成小塊，放在柴上，說：你們用4個桶盛滿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他又說：倒第二次，他們就倒第二次。他又說：倒第三次，他們就倒第三次。水流到壇的四圍，溝裏也滿了水。到了獻晚祭的時候，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：耶和華亞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我是你的僕人，我遵照你的話做這一切事，求你應允我。耶和華應允我，使這百姓知道你耶和華是神，是你叫他們回心轉意的。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，燒盡燔祭、木柴、石頭、塵土，又燒乾了溝裏的水。眾百姓看見了，就俯伏於地，說：耶和華是神，耶和華是神。以利亞對他們說：拿住巴力的先知，不讓任何人逃走。眾人就拿住他們。以利亞帶他們到基順河邊，在那裏殺了他們。巴力先知就係從早晨到中午，中午過去了，跟住直到獻晚祭嘅時候，嗱，佢哋向巴力嘅呼求咧，連一啲嘅回應嘅聲音都冇。嗱，而家咧到以利亞登場嘅時候啦，第30到35節咧就記錄以利亞築壇，預備好所有獻祭嘅事項，唯獨冇點火。36到40節咧就記錄以利亞向耶和華禱告，火就降下來，就燒盡祭物。兩個段落咧都係以走近或者亦做咧近前來咧就開始嘅。開始嘅時候，以利亞就叫眾百姓：你們走近我這裏來。於是嗰啲本來聚集喺巴力先知一邊嘅眾百姓，而家呢就走近以利亞嘅一邊。以利亞呢就喺眾百姓面前重修已經毀壞耶和華嘅壇。呢句說話話俾我哋知，喺迦密山上本來有耶和華嘅祭壇嘅。但係喺亞哈同埋耶洗別就拜巴力嘅國策下邊，就耶和華嘅先知就被殺啦，就耶和華嘅祭壇其實係被毀嘅。以利亞重修祭壇嘅細節係記錄喺31同埋32節，就佢攞咗12塊石頭，用呢12塊石頭咧為耶和華嘅名築咗一座嘅壇。作者係刻意向讀者解釋12呢個數字同雅各嘅子孫12支派嘅關係，並且呢就係解釋雅各同埋以色列嘅關係。意思就係耶和華先至係以色列12支派嘅祖先，就雅各所敬拜嘅神。巴力同埋以色列人有咩關係呢？壇築好咗之後，以利亞呢就喺壇嘅周圍挖溝，
經文話可以容呢14公升嘅種子。下文就話呢個溝咧都滿咗水吓。嗱，14公升嘅水量咧其實唔多嘅，所以呢度並唔係咧深溝。嗱，呢個溝嘅作用係為咗接着發生火燒嘅神蹟，其實係劃出界線啊！人呢就唔好過界。築壇同挖溝之後，以利亞就喺壇上邊呢就擺柴，將牛犢切成小塊放喺柴上邊，然後以利亞呢就係對百姓嘅吩咐同埋百姓嘅執行啦，就係倒水喺燔祭同埋柴上邊，倒水倒3次，每次係4桶，咁即係總共呢就12桶。就同上文12塊石頭嘅數字咧，係暗暗咧就係呼應下。嗱，倒水喺燔祭同埋柴上邊，就唔係一個正常獻祭嘅操作嘅。以利亞呢一個做法嘅目的，明顯係為咗凸顯後來火降下來嘅奇妙同埋火嘅猛烈，亦都顯出佢對火即將降下嚟嘅信心。喺詳細記錄以利亞點樣預備獻祭同埋各樣嘅事項之後咧，作者亦都用一個好長嘅篇幅就記錄以利亞嘅禱告。以利亞嘅禱告亦都係分2個部分，佢2次就呼叫耶和華。第一次呼叫耶和華嘅時候，佢加上亞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嘅神呢一個嘅稱呼下。嗱，呢個唔係咧慣常嘅叫法。嗱，呢個咁樣嘅叫法咧喺舊約咧只係另外出現過2次。嗱，慣常嘅叫法應該就係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神。嗱，作者咁樣嘅一個嘅改動咧，其實就係要突出耶和華同埋以色列嘅關係。呢個亦都係咧以利亞禱告當中其中一個嘅重點。個重點就係咧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嘅神。嗱，呢一句咧係關於你嘅，就今日咧就係表達嗰個時間嘅迫切性。就另外一項咧就係也知道咧我係你嘅僕人，又是奉你嘅命令行這一切嘅事。呢句就係我吓。原文咧就你同埋我咧都係獨立代名詞嚟嘅，分別咧就放喺2句嘅句首開始嘅位置。就後一句除咗確認以利亞係神嘅僕人之外咧，亦都話咗俾讀者知道，以利亞去見亞哈，吩咐亞哈召集百姓同埋先知，就上迦密山，然後佢喺山上邊同巴力先知對決等等，都係神嘅旨意。就解答咗咧第一節，就點解上帝親自要降雨在地上邊之前，就先吩咐以利亞咧要讓亞哈見到佢，因為迦密山上邊嘅呢一幕要先發生，然後咧雨咧先至會降在地上嘅。以利亞禱告嘅第2個部分咧就記錄喺第37節，以利亞咧再次呼叫耶和華，2次話求你應允我。跟住咧嗰2句咧都係關於你吓，使這百姓知道你耶和華是神，是你叫他們回心轉意的。2個你咧其實喺原文咧又係獨立代名詞嚟嘅，分別咧就放咗喺2句嘅句首開始嘅位置。嗱，我哋要留心嘅係以利亞嘅祈禱咧，佢冇直接提到火啊。佢同百姓先前商議嘅決定係，那應允禱告降火的就是神。嗱，而家以利亞呢喺第36節、37節嘅祈禱裏邊，佢關心嘅唔係火嘅本身，而係耶和華降火落嚟可以帶嚟嘅效果，或者我哋可以咁樣講，佢係以耶和華降火下嚟將會帶嚟嘅結果呢，就作為佢祈禱耶和華降火下來嘅原因。咁結果耶和華嘅火就降下來啦。
就按照住個次序咧，就由上到下就吞滅就燔祭，跟住再落一級就係木柴，然之後再落一級咧就係石頭同埋塵土，其實指個祭壇。然之後咧嗰啲火咧就燒到祭壇四圍嗰個溝，就燒乾溝裏邊嘅水啊！咁有人問嗰啲火係點樣降落嚟㗎？咁啊答案咧可能係藉着閃電，呢啲係個學者一啲嘅意見啦。就眾百姓看見就面伏於地，說耶和華是神，耶和華是神。直譯咧就係耶和華他是神，耶和華他是神，就直接回應咗第37節，使百姓知道你耶和華係神。最後第40節，以利亞就將巴力嘅先知盡都殺喺迦密山下邊嘅基順河。俗語講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拜神當然咧就要拜真神啦，假嘅拜嚟真係揾自己笨。我諗起帖撒羅尼迦人，經文話佢哋係從偶像歸向神，目的咧就係要服侍那又真又活嘅神。弟兄姊妹啊，我哋敬拜嘅就係呢一位真神。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，係由堅道神學院推出，作者梁國權，播音葉清、梁國權。